没有原住民，我们特地为他是原住民这个人物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。听一下，听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还有一位，也就是他的徒弟了哈，陈正南，对，他们都叫南哥嘛哈。南哥，你怎么又穿衣服呢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叫我啥哎呦妈，那个呀，我懂，你都不爱也是丽都新这边。他看照片也对啊。你要叫跳楼也叫。哎，可以拍一下了哈，哦，好美好美，拍一下。哈哈哈哈。哦。